旧年各区积极争取的全民运动馆，其中安南区首先得到中央核准建设，目前正在规划设计过程。议员郭清华伫总日巡就建议，该建筑设计一定要结合环境造景有无同款的思考，特别伫主题馆的部分，互室内运动民众看出去就是高云啊水环的水。地处市长嘛相当看好该设计蓝图，希望尽速开工。伫即个设计的过程啦吼，咱希望讲吼，内底的即个主场馆的时阵啦吼，咱要用落地窗。落地窗的时阵吼，咱伫内底运动的时阵吼，会当看到外口的水，外口吼的树屋，迄个伫内底运动吼，无先关伫内底咧运动，当咱是伫外口咧运动，来外口就是讲遮个小船。甲遮个自行车步道，甲人行步道的时阵起来等于一座大型的公园车场会当运动，会当骑踏脚车，会当过马路，这会当伫咱的主体馆的设计之下的时阵遮个物件会当来一体成型会当讲互咱入去咧运动的人看咧选择室内还是室外的时阵拢总会当。我感觉这是非常的好啦。既然选了好，咱就来起了好。咱一定你着看运动馆或者运动馆是迄健康中心，拢爱大片的玻璃，大家运动，但过去看到拢是街景，拢是街景，拢是咱车水马龙。迄种的景色去运动不如伫咧，像你讲，咱属于户外原野的时阵风景真水。咱即摆选择所在就是有即个学科。建筑师嘛已经甲伊的设计的即个 idea 有来做简报过，就是讲未来就是讲咱伫咧你有做运动的时阵，为窗看出去迄个景就是真水的一个景这点是咱非常肯定。嘛希望讲咱即摆经费中拢已经有咱准备款嘛已经准备要甲起来的时阵，已经变我头仔讲的，嘛甲你报告是咱全台湾上水的即个全民运动馆之一期待设计全民运动馆的同时，议员进一步关心海南活动中心的兴建，因为营运成本一直起个欠工，一平对12万已经起到16万外，加上以绿建筑作为号召的特色，所以工程一直流标。议员要求市府调整，赶紧兴建。欠1600万，是毋是讲会当来甲咱来看即个经费来挹注？对，咱会以即个物价调整的迄个基础来核准紧速并来兴建。另外，议员嘛提议在61线比较靠湖建设货柜休息站，用当地农渔产品来提升西滨快速道路的使用性，带动产业发展。咱的新闻，阮是林根采访报道。